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想要来读这个龙刀山啊，结果我即马这个物件哪煞敢若甲我食掉去安尼。不过我淡薄时间一下哦，我想要来做，我咧改迄个啥分享，分享这个做啥 Clubhouse 甲这个乱七八糟 ，Clubhouse 甲这个YouTube， 所以 YouTube 可能小听吼一困啊，几秒钟的时间。有当初这真正就是假死无讲解释死，无讲解释死安尼，就会较麻烦一寡。应该会使，看卖啊，敢若是有啊。好，我尾后中国话安尼，所以龙头山敢若我都安尼处理，安尼台湾慢流量应该嘛是差不多啊。所以尤其最近这个啥，伊佫得到不了大的奖项，这应该是咱台湾人会使。所以我看卖龙头山，佫有啥物？当然，伫迄个 YouTube 迄搭遐直接搭去，迄算啥睡眠膜遐是啥物货？所以有当初可能应该你嘛会使根据关键字去 Google 找啦，应该是安尼。学台语的一寡工具，还是网站方法，还是资料，YouTube 顶悬嘛袂少人伫咧讲即个龙头山呢，所以我看卖佫有啥物会使分享，佫分享一条好，因为敢若迄个相，是毋是东方白因某嘛有写遐，我袂记着，因为我无确定迄个人是啥。好啦，安尼可能就大约是像安尼啊。我伫 YouTube 顶悬就是做迄个啥。找台语的画面的分享啦，因为有当初我咧读的时阵，实在毋知要安怎读迄个台语字数安尼，所以我就去找台语字数要安怎讲安尼。好，安尼继续来甲读，迄毋是我想要处理的。啊，进龙头山上中文伫咧写即个作品嘛，分做三部曲：龙、龙、德、山。所以上这个词，就是不管梦正即搭遮过用去本正因厝的人是叫伊讲免过来毋好阁过来啦，毋好阁转来台湾遮毋过就我想讲伊所以来了后，即马就是两某仔囝食甜因某姓食啦，迄个食字就是有两个音嘛，然后生一个后生，个两个某仔囝带咧，就沿路赶去到福州山上。就母仔囝带咧，总共3个人，沿路赶到福州山顶的三仙神堂的祖庙。到位的时阵，已经聚集袂少的福州人。祖庙外口有摆骨了摆的茶椅条啊，嘛有搭平，通好热炸日头。来到祖庙内底有看到几落个道士和和尚，拢已经换好衫，等待伊头毛也剪，衫也剪，客就行，就去向险走去。周福生带周大生来到祠堂当中，迄个祠堂就是庙寺，毋是庙寺，公姓的迄个宗祠嘛，所以我就甲伊讲有做祖庙是啥，就看到迄个祠堂边仔有一排乐观会使提出来伫咧比拼安尼，就真正不妙。伊咧记的，伊迄个用记的即个音，我毋知影咧。好啦，反正就是处理的材料摕出来管得着，
Marino 佫有其他的讲法，有地现金。伊囝父继父应该是对日记来嘛，啊，只是日记当然袂是读即两个 contribution 或 to subscribe 有迄个囝父的名条就对啊。因为你若去一寡袂讲介绍内底无，就人就无行袂去。看到朱福兴带周大生来到祖庙当中，就看到迄个壁边有周福兴奉献250箍银。迄个正堂，正就是因有一块龙道啦，啊龙道就是周福兴做，种正堂就是周福兴10外工前载来的龙道。周福兴就甲周大生讲，迄个新拆的龙道是伊做的。周大生就迄个龙道的每一个角是详细甲看，详细咧甲斟就对啦，斟目前目到迄个钱，就详细咧甲看。忽然间伫咧道口看到周福生敬进几个字，就真欢喜，记迄排个字喊起来。阿爸，周福生，周福生，边仔的一个福州人一听见，就真戆影咧问周福生讲：即个囡仔几岁啊？啊，佫已经捌字啊，3岁尔。周福生就真央伫咧回答。央啦，央即个字当然中文是敢若讲简单讲得意啦，得意洋洋安尼。啊，毋过伫台语内底，当然照字读，我看下，张龙看有想的即个自鸣得意，我看迄个自鸣得意，甚至有人讲啊，家己报较袂臭车啊，对吧？啊，而且周福生，我看袂出来，我袂记即人，敢若嘛40-50岁以上啊吧？还是几岁？因为其他人甲伊当做中介啊，你即个是有可能是听甲袂顾着，是安怎？因为我要讲的是周福生，伊即个中文就敢若直接写讲啊，很得意地说，啊3岁呢，3岁已经捌字啊，捌因阿爸的字安尼。是，臭味有淡薄负面啦，我感觉。臭车家己报，家己学较袂臭车。伊是讲家己学，阮自小咧讲家己报较袂臭车啊哩。自鸣，了解就家己报较袂臭车啊。所以用学乐的学，还是报说的报就对啊。所以家己报较袂臭车啊哩，自鸣得意。所以啊，不是洋洋得意。所以有当阵啊，第迄个啥，现代来讲就是透过即种字变的方式，会使找到较侪字词，所以洋洋得意，爱去看洋洋迄搭遐，所以得意洋洋得意。即种词，然后嘛是，迄个啥，多种股票，敢袂使你讲，对啊，得意洋洋摇摆微微啊，摇摆微微摇摆微微，摇摆微微，庆甲尾会翘起来，庆甲尾会翘来，然后报你莫个报啊，报到尾数拢要翘起来，迄种感觉哩，庆甲抓袂牢。所以伊遮的得意，我感觉用洋应该会使啦，得意洋洋嘛，洋洋得意，得意洋洋，大概拢是即个意思吧。好，我这就是周福生就讲。真样伫咧讲3岁尔，了3岁就要读周福生3字哦。这将来管若要做甲偌大？周福生一个听，两蕊目睭笑甲微做一瞬安尼，笑甲喙笑目笑迄种感觉。过无偌久，祭典就开始啊。来陪墓的人拢坐伫咧天道的椅条顶，
当然，即个时阵敢有天道即个讲法，步旁应该是用步旁，因为伫路边请人客的时阵，大步旁就是好天食日，歹天就食雨嘛，对无？因即卖就是清明，伫咧算祭典祭祖食的嘛，所以大步旁嘛算较方便啦。一直到单的，所以其实单头当要一直到单，你看咧百板道嘛，迄无做，迄毋是做请人客，迄做板道食道安尼。道士含回乡，传统性。若准讲念经有功德，回向到祖先，因会使早日投胎，啊无就是离世世安尼。所以伊就是道士含回乡，就念经念佛，口经擂鼓，敲起钟鼓。毋过伊即个鼓当然是较细门、较细粒的啦，毋是参像真正庙寺迄安尼，一口钟、一口鼓，足大真大卡呢。啊，这伫咧做法事的时阵，就较细个啊，声嘛无遐大。差不多10点钟才煞，尾仔就甲医疗煞开。伫咧布棚下底拍几落块圆桌，大家就食寡简单的便菜，煞就莲梨啊、润纸、鸡果、泡仔，就炸咧去各自的蒙空蒙古遐祭拜，因为等于是食饱才有气力嘛吼。啊，迄我记足细汉的时阵，拢土葬就是发草，所以就是爱炸一寡家私工具嘛。当然莲梨啊，还是镰刀，还是啥，伊写是写镰刀啦。我看下镰刀，因为我当然是尾仔才知影讲迄做莲梨啊。哇，看无，莲，不是，来一个。对台语来讲是无共款的，鸡啊 ，KEH， 鸡啊，惯的环境就是要去山顶，算讲啥？扑芒草嘛，啊，敢若无祖先的芒藤培，伊就规家口带咧，搬过一粒小山轮来到伊的毛下穴，伊买一个穴嘛。伊看到同款草木啊，但是涂骹有加一块筋骨无字的长山石的蒙牌，因为就是事先先藏好嘛，假等于你来看，就好心就迄个空的蒙前青翠的景致，对因某讲，倒平正平，这两粒山就袂输是毛下两间讲，头前迄窟水就袂输是毛下伫咧雾水坡，毛下也是毛下甲毛花，这当然是上口差。啊，佫就是虾，所以虾虾，虾子的虾是虾，所以有即侪种品种嘛。有拢教授即个是安怎来讲？这就是讲啊，伊这写汉字，捌拍过处理钱，啊若有拍过，迄是某的，啊若公的叫做菜钱，啊若，所以对台语内底较像的拢是叫做钱。像阮细汉，阮拢讲毛虾啊，阮讲毛虾啊，当然毛虾是其中的一种尔。
也叫什么金啊、红金、梭子蟹、螃蟹。当然，叫迄个字头是崩蟹啊，对啊，毛蟹啊，呢。大华山顶字词顶有一个翅，红姑赤翅的翅，金蟹啊，毛蟹，毛蟹啊，有啥？捕蛙，捕蛙，捕蛙。感觉台湾山顶字词可能嘛无解说。对，你敢若写一个对比起中文是螃蟹安尼啊，伊嘛无讲迄是啥，无解说。顶去毛蟹，因为阮细汉拢讲毛蟹啊，所以金嘛，所以伫即个遮，第即条做啥？地理上的这种风水的名称，红金、金仔蟹，可能金仔蟹，可能金仔蟹。连我即个外行人一个看嘛知影是金仔蟹，我看拢无亲像呢，糊一块草布含一窟仔水，哪有啥？啊！你查某人捌一箍蚵仔钱咧，就好真的真轻视你甲咱咧讲，轻蔑就是真看袂起就对啊，轻蔑，看到轻蔑伊，要不这字用啊，遮尔歹写的字着，会使迄个轻蔑，对啊，迄个轻蔑。看卖那卖用会这字，轻蔑蔑伊有两个写法嘛，因中无两个写法啦。轻慢、轻蔑、轻慢、轻蔑，啥？无够当，看人无够当，卡小，卡小，无够看伊无够当就对啊。好，丢龙教授收的是啥？轻蔑，看袂起，肃穆，毛下，所以就是周福生真看袂起来甲讲，啊！你查某人捌一箍蚵仔钱，啊，毋捌就毋捌，你叫我来看要创啥？家丁就甲抗议。但是周福生无爱插伊，佮继续自满伫咧讲，讲甲真欢喜就对啊。你看，头前即座大屯山有水无？想到倒伫想到伫镇，逐工来欣赏即座大屯山含山顶的迄寡白云，就亲像登云驾雾，人就爽快起来。食甜就甲冰一个白界，看迄粒山嘛无出声。即个时阵，周大生家己一个伫迄个蒙牌墓碑会使安怎讲？墓碑，因为迄个蒙牌不真实，所以蒙牌。徛蒙牌，菜蒙牌，蒙椒，蒙牌，无牌，蒙牌，无牌，就是蒙牌，好，就蒙牌。周大生，周大生就是周福生的后生，伊周福生福州出世啊，周大生台湾出世啊，周大生。即个时阵，周大生家己坐喺迄块蒙牌边仔耍，看到迄无字的蒙牌，就大声叫：阿爸，别人的石头顶悬拢有字，咱即块石头顶悬哪会无字？迄暂时无刻字啦，
要留诶，互你将来阿爸若过身，你才甲阿爸刻字，知无？周福生真慎重伫咧甲讲，慎重其事，慎重其事。当然，做慎重啦，啊，毋过，敢阁有其他诶讲法？慎重其事，慎重、定重，阁有啥物讲法？哦，就定重其事，阁有啥物讲法？张龙教授咧，张龙教授咧讲。慎重其事，真细致，就是对于这个代志慎重。对这个代志慎重，周福生就真慎重在甲讲，周大生果然有会意，就是知迄个意思，就点头，真捌代志的想，真捌代志的款，真捌代志款，这就佫引起周福生真乐痛，微微啊笑起来。青泉乡讲即个金仔蟹真是一真好的风水，会当种伫咧遮是，会当种伫遮的人真福气，会出好子孙。你看，还未种，咱的大生就遮尔巧，将来若种了后，伊毋知要变甲安怎，就好生家己伫咧讲，自言自语，全部要来顶就对啊。食甜点点拢无讲话，敢若剩周福生家己一个人去搞念。伊搁伫咧金仔蟹的边仔，搁行有一困啊，彷徨哦。那么彷徨，这是毋算小可负面词啊，就是三无长还是安怎呢？彷徨，当然淡仔罔西罔行罔看嘛，还是罔沉醉了，沉醉伫遐呢，感觉家己真爽快安尼。毋过我就讲迄个中文大部分用着即个词的时阵，敢若拢小可负面，彷徨无助、彷徨无机迄种诶，所以彷徨、丢毒，丢毒嘛是淡薄仔负面啦。好啦，丢毒一困啊！伊搁伫咧金仔蟹附近丢毒一困啊，搁有一个依恋，所以依恋比彷徨依然下哟。迄个什么戏？张秀琴嘛像唱的歌，车站内底有一个什么火车呀，车站迄个，才带两母仔囝转放假，因转去到放假已经下晡3点，周福生才伫咧木器店内底下躺咧休困，却看到对面黄万毋知按倒位转来，雄雄公公走转来伊的棉被忝，拄想要下入雨店，又搁回头往木器店这边想，有看到周福生，就下过来冲过来，还未入门就气急败坏，雄雄公公吧，气急败坏。因当气急败坏，是毋是讲，还是我即个外国人毋知影，会感觉讲，敢若迄是一个咧生气迄个概念安尼，所以气急败坏。因我感觉应该是就是雄雄公公尔尔，所以当然真是毋知伊爱看伊后壁的情绪啦，伊真当然是看袂出来嘛，啊嘛有可能。若阵讲真正照所理解，就是心公会都咧讲嘛，对，我们气急败坏，气
气急败坏，急甲大心气，对嘛？这急甲大心气，急甲真气接袂着后气，大气喘，大气喘，大气喘，一口气喘袂离，应该是安尼吧？所以气急败坏。急甲一口气喘袂离，用福州话对周福生讲：福哥啊，你敢知影李梦老去啊？周福生自伊跳起来，一个就出声，冲口即问，冲口就是急咧讲，伊向阳一听到即个话嘛，袂急急，就怎啊冲啊？是当时老去的，我哪毋知。讲是下晝9點留去的啦，网说就讲叫人來甲你講，才知你去陪夢。啊是安怎留去的？我也無聽到伊有啥物大病啊，嘛無真清楚呢。聽講是腸仔拍結，昨暗就咧發腹肚痛，痛規暝，下晝才去叫一個漢醫，就還袂站咩咧去，就斷開去啊！啊哪會去甲遮爾緊？也毋知，你緊去甲看啦。網說下面後生哭甲要死要活。李梦向人，李梦甲人说来处理，李木起行才3条街。周福生3步做2步，就来到李梦的厝。门口阁围袂少护士上的人咧看。周福生甲众人下开，才行去到内底，就随听到有人咧喊：“王嫂啊，福哥来啊，福哥来啊！”王嫂一个看到周福生，就那拄着家己兄弟相款。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这个这么强烈的情绪，是安怎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看下安尼，有这种固定讲法的嘛？一把鼻涕一把泪，偏流搭地，目屎流目屎地，会对，目屎流目屎地，目屎四南水，啊个啥？目屎流目屎地，目屎四南水，个啥？一股目屎一股鼻水，就是真正已经。咁要讲是哭甲毋知人就对啦，敢若嘛无几岁啊，所以就真正真袂堪伫，真袂当伫干。网说一个看到周福生，就那拄着家己兄弟相款，哭甲目屎流目屎地，甲讲互周福生听的话，又搁大约讲一届。周福生4箍脸转看看咧，看到厅边啊，就已经拍一只水床，床尾放一碗咖尾饭，饭中菜一粒鸡卵，这应该是鸡卵，一般拢是鸭卵啊，按过是讲鸡卵，奇怪，我会记得是鸭卵啊，不管。四周围搁插几丛仔香，有4丛还搁伫咧倒，李梦摕伫咧水床顶，自头到尾就用一只临时添的红皮夹咧。周福生向前行2步。甲迄头壳顶的红皮掀开来看，看到李梦袂顺啊，影日啊即种也无看有瘦偌济，只是无啥血色，小可乌乌，犹原袂顺啊困去相款。周福生就搁甲皮夹咧，才对网说讲：这是凶公死，不该死而死。那较早去找医生就袂死啊。当然，讲这个是啥凶死，当然，但有一个讲那青笑死啦。所以我是无确定，迄个戏出顶悬我无确定。周福生我安怎讲一句话？我就讲，坦白讲，迄个龙德山看戏出是较精彩啦。啊，当然这可能嘛是。几秒钟的时间吧，随便讲只有一句话啊，吼，一句台词。啊，对周福生来讲，可能嘛是2-3秒的时间点嘛。讲啊，这是香港戏，
不应该死的，全死去。若较早去找医生就袂死啊。网嫂听到这个话，就更较伤心哭起来。哭有一困了后，网嫂有代志走去后厅。周福生伫咧头前厅徛甲无聊，也不知不觉通去到后厅，才看到抹刀里含剃头光的以及其他3、4个查甫人，甲明嫂围牢咧，叽叽咕咕，毋知咧甲伊讲啥。周福生阁上做甲看一下，发现拢是李梦的种酒肉朋友。酒肉朋友当然，即种的标调做猪狗兄弟啦吼我就讲迄个啥，台语我会感觉当然是一种李兄花弟，还是啥物系安尼，所以酒肉朋友直接读酒肉朋友、酒肉朋友是啥物货？简单讲，较无遐尼负面，其实嘛是负面啦，只是无遐直接的，就是我的语感是酒肉朋友啦，不，李兄我弟啦，只是当然，因为中文拢会讲甲敢若足文雅是安怎？酒食兄弟，酒食兄弟，酒肉的朋友，就是有酒做伙啉，有肉做伙食，有代志无闲做你，无坏代志安尼啊。酒肉朋友是这个意思吧？所以，伊就讲拢是遐个，李梦的遐个酒肉兄弟，吼，平常时啊，毋是啉酒就是跋筊。周福生当咧奇怪，这是有啥物重要代志要来甲梦嫂参详？伊看因目尾拢夹夹，讲话时阵面的筋肉也一直咧抖，有时阵佫会地拳头某，敢若咧威胁相款。这颠倒互周福生一寡好奇心，这颠倒互周福生真好现，就伊行去较晏。想要听看卖因到底是咧讲啥？网仔欠我的70块保险钱，你着爱想办法摕来还。无道理啊，无道理用台湾话的腔口咧对网嫂讲，伊欠我迄45块缴钱，网嫂也着还我啦。剃头光仔接续咧讲，我100块啦，看网仔厝里有啥物物件会使卖咧啦。这个缴销吼，无现金是袂使入啦。另外一个人讲，第二个讲我90块啦，第三讲佫欠我100咧。网嫂已经坐去后厅的一角仔一只椅条仔顶，就敢若用面巾一条巾仔面暗咧伫咧哭。这个李梦的缴销的债主就十嘴九尻川一直咧讲，七嘴八舌。七嘴八，我是想了10嘴9尻川而已，讲遮其实拢无啥物好话，说七嘴八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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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嘴9尻川哦。对啊，嘛是有人安尼讲的啊，对啊，嘛是有人讲啊，爱台语是有人安尼讲啊。当然照字读七嘴八舌，照字读啊，无就一句来一句去嘛。伊就是遮个人拢是就是要讨钱的尔，遮个人对吧？所以安尼等于是5个人围活来，就是要讨遐缴销嘛。毋过到目前为止，伫台湾遮就是迄个啥，伊讲缴销是啥物销，所以原则上在民法顶悬是不成立的啦。若要拒绝是无伊的材料，只是有诶风欠的人，伊若袂爽，叫人去处理的时阵，迄个啥债务人颠倒，债务人的处理的人颠倒麻烦嘛，所以怎变成讲无毋敢讲真正无形安尼啦。10嘴9尻川，10嘴9头面，30人讲50说话，
人多话就多，还是加嘴加舌，所以几多种讲法嘛，七嘴八舌，七嘴八舌，安尼天龙教学之类的。所以我就讲，东方白先生伫咧写即个小说的时阵用中文写，啊，然后真拼势，哦，七嘴八舌，七嘴八舌，十喙五指，十喙九尻川，哦，所以伫即搭遮应该是讲，反正着遮的人拢咧找讨钱就对啦。所以遮的李梦会搞笑，遮的技术，还佫伫咧一句来一句去。伫咧讲，意思是叫网色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行销。本来李梦要活的时阵，因颠倒也无要急要叫伊行。现主是看到李梦死啊，惊这个搞笑以后就讨袂转来，石沉大海。因为这可能无一定有写照条还是纸条嘛，无可能啊，因为拢教场顶悬的迄个啥债务啊，所以无一定会有实际迄个啥证据啊，所以石沉大海，无敢若伫遮咧讲，照字读石沉大海 ，completely without information or response, no news at all, without a trace， 看袂到影子啊，所以台语水讲有，台语水讲有迄，看看伊有啥物讲法，台语水讲。你台语水讲就是你只拍迄个字的画面是啥物货，爱着叫出来你看呢。仔婆你听看卖啊？是我的网络是毋是？就会使安尼讲就对啊，对吧？教不，就安尼，这个角度，石沉大海。所以有当阵啊，讲一届袂顺，讲两届无啊顺，加讲几届就顺啊。多情城市，找无真相，所以直接算讲甲伊解说就对啊。石沉大海的是反面是啊，沉冤昭雪。所以这个你仔婆影片，袂讲介济支啊，看卖啊。只是我安尼读，当时要读到第三时啊，这个可能才读完这第7站了。石沉大海，你看台湾基案，万里龙凤，石沉大海，过米也读石沉大海。石沉大海，这个秘密永远的石沉大海咯。第5鋪是啥？點樣大海？兩敢有其他什麼講法？石沉大海，所以有一寡詞就是因為這用這漢字詞就是台語、華語還是漢語攏有伫用的啊，攏有伫用的，無一定有迄個較活口語的講法，無一定啦。多情城市朴素美麗的失蹤案第377集，第6鋪，永遠查袂到啊，對啊，實際上就是查袂到意思嘛，對吧？大海看無，只是迄個啥啊，完全另外一個就是紙袂包得火安尼。聽個懺悔錄第16集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這導愛決定第九鋪啊，日語
你讲日语哦？无爱讲台语啊？看一下39分加，过来一间听看卖啊，听无遐清楚。听个忏悔咯。我的网络可能无讲介好诶款。我走就走，我就交代啥？我欠2条小。我是毋是溜一个伤头前啊？搁几秒钟啊？一条钱听200万的票，那个啥？听个忏悔咯，忏悔咯，大爱剧场。啊，安同伤久啊哦。先你准备哦。定海啊！喂，好啦，我看可能差不多就是安尼先啦，就是讨袂转来就对嘛。其实拢无啥物，毋是啥物好人就对啦。所以就讲，今仔只娇小以后就沉落大海讨袂倒来，才赶要来逼债。当周福生摸清楚这一切了，伊就咧心肝底甲纠缠起来。他妈嘞！算讲是廖准是要来安慰梦说啊，煞毋知影是要来向伊讨娇小。朋友才死伫咧厅边仔，就将朋友之情袂记住。这敢是朋友？这根本是地高精生啊！伊写一个，伊的汉字写伊奶咧，我就讲这个人，伊要用台语表示，抑毋过台语怎样咧讲？抑毋过我咧讲，可能是西南骂吧，是安怎？哪里纠缠，哪里头壳内当时一个想法，就迄阵讨笑的人插过，行我梦说，超工用台湾话大声伊问讲：梦说啊，你梦啊过身敢有留几仔钱互你啊？一仙也无啊！梦说就回答：如果滴几滴啊目屎。伊敢有啥物兄弟姊妹亲情五十会当甲因借钱啊？周福生阁进一步问：一个也无啊！你着知影，伊伫诶亲情拢伫咧福州啊，伫台湾就敢若伊姑姑一个人，伊着死啊！伊诶寿板敢有啥物人要甲要甲发落啊？你写这个字我真正，一的寿板敢有什么人欲加一斜落？甲我来讲，迄个时阵，东方白1992伫写诶时阵。遐台语字就还袂一致，嘛无一致。每一个作者拢敢若就伊家己诶想法去写遐台语字，后壁人要读着真正是各自发挥啊。好，所以即句话要安怎发挥？爱的死啊！伊诶手板敢有啥物人要甲伊发落啊？梦做一个听，海骨落头，靠一个搁较厉害，用口条开始哀惨，我苦啊！我命，你哪会做你去啊？留阮某仔囝无人通照顾，看阮是要安怎？因为愈哭愈伤心，最后就搁走去头前厅，趴伫咧李梦的身躯顶，大声哭起来。周福生含遐个跋筊友的也缀咧到头前厅来。周福生看到梦说也是困，就转向遐个娇兄娇弟，大声咧甲因喊讲：有看到无？人死咧厅边。若无一个人替伊咧流目屎，搁要来甲人讨钱，我看李梦下有今仔日拢是恁遮个，拢是恁即寡
跋筊朋友甲伊害死的。听到周福生足雄雄来的话，遐个跋筊友啊，拢惊一条，逐个拢热死，每一个拢心肝懵咧，想讲想要洗刷周福生甲因安大的罪名，就联合起来，差不多无约定就讲共声话，异口同声讲，阮甲伊害死的，迄真毋是咧。原来啉酒跋筊的，毋是甲伊害死，无是啥物货啊？那毋是，周福生就真紧迫咧甲对做，串做就招伊去跋筊。若是好好啊跋，公平啊跋，也准拄好。恁拢一个一个联合起来咧，甲伊操空啊！恁拢一个一个，拢来甲斗空，甲伊李梦的钱骗了了，骗到李梦无顶惊无走，害因三顿无米通个饲某饲囝，即个来逼伊缴钱，逼到一时急啊，等下拍角球，一个病，你哪会使安尼乌白甲阮侮辱啊？我是安尼讲，你哪会黑白赖软斗空对无？摸到你啊，就真抗议讲，你哪是乌白赖阮甲伊斗空啊？你想讲恁跋筊人斗空拢无人知呢？敢若天知地，这大家拢总知啦，只是无讲尔尔。周福生调工神秘伫咧讲，忽然间向抑阁伫咧提靠的芒瑟讲，用真大声在甲讲，芒瑟啊，你着做你去看伊甲因告讲因这金光党吼，跋筊斗空害死恁翁啦。若需要证人吼，我服啊，才来去法院甲你做去。周福生袂输，连伊不晓是安尼随看啊，随即时看啦，因为我感觉伊迄个有可能是跋筊创空无？对，就是创空啊，就是斗空啊，所以就是那就是跋歹筊啊，跋歹筊。遐李兄，我就会使讲做弃牛后头哦。弃牛后头可能嘛有人安尼讲嘛，对无？因为有当初遐个字词就是足做迄种啥，无一定是表面的意思，嘛有可能是安怎讲？逐人的讲法，因为一句话是啥？人教的拢是啥物？呀，就是伊咧讲迄个啥桃园三结义迄三个兄弟嘛吼，人教拢是张飞、关公啊，啥物货啦吼，我教拢是拿刀得气安尼啊，所以这基本上就足侪种讲法的啊，因即阵就是拢啉酒跋筊才会烧招啊，若要去趁钱拢袂甲招啊，所以周福生才会袂爽，拢恁遮佫拢跋歹筊，拢伫斗空，因为伊有一届去跋的时阵，就是两个拢会淡仔洗目尾嘛，洗目尾就当拍。就是拍出来牌，就是对方食去安怎拄安怎迄种的嘛，所以才会足袂爽的嘛吼，所以连珠炮，嘛是台语水讲叫连珠炮、连环炮、连珠，阮斗空就是咧斗。迄阵咧跋筊的时阵，就敢若故意牌啊，无咧看其他人到底咧创啥，所以就是等于叫人创叫去，伊嘛毋知影啊。周福生看在眼内，其实伊感觉讲。遐个钱也毋是开袂起啦，反正遐输赢无偌济钱啊，而且我尾后发觉就是迄跋筊是咧比衰啦，上衰输上多啦，这样赢去，迄个分红全食全啉的拢免迄种的哦，拢免开销哦，嘛是爱啊，所以迄就变成讲，迄提供跋筊所在做交通，爱就来动筊嘛，筊卡就是赢筊的人爱。摕一寡钱出来食红啊！你知你欢喜嘛？可要你即像你啊！即摆你搞，后尾赢800，好看。抛乌白单，抛乌白单，连珠炮做抛乌白单，个3鋪尔。连珠炮是你骂个没完对，一直骂，即摆9號星这个动作啊！第3鋪啫，连珠炮一直骂他，骂袂停诶，连线吗？所以一直砰嘛，连珠炮就一直蹦出来啊！你啊，
你就现在一直在讲啊，伊就看到嘛。风水世家288集，风水 family 第3集啊，所以连珠炮其实就讲这3支片。咁是精华，所以走上班。讲叫一直干嘛？所以其实就是反正是当然看到中文直接写连珠炮，啊连珠炮就那机关枪嘛，反正一直弹出来就对啦。哦，所以周福生卫士那放炮一直猛轰，一直甲灌落去就对啊。讲到遐跋筊友的，大家拢认识，加润顺起，互因的威势即时就减去，就怎落软，转变了口气，低声下气哈，就怎口气落软。周福生会讲啊，莫啊你啦，平平是朋友兄弟，什么咧朋友兄弟？我看是猪狗兄弟吧，遮尔无情着，遮尔无义，啊莫安尼啦。无道理啊，总算讲变真温柔的口气咧讲，啊无看你要安怎啦？你讲一声啦，要安怎？咱着死伫听里无钱通贷啊，忙说着要甲伊放到生堂啊。迄阵啊，派出所的日本警察才来调查，无必要叫忙说去法院甲恁告啦。你若是会去互警察掠去人仔内拘留。伊迄个拘留拘嘛，啊，所以其实恁若是会去互警察掠去人仔里拘留的拘写就是拘嘛，所以当然就是关啦吼。才会交友一个听，搁较着急，才自做伙。因议论一番，才由即个莫道理出面向周福生来恳求讲，啊无安尼啦。阮逐个出钱去买一具手板，互伊礼望啦，礼望台啦，福哥啊，你想安怎？你想安怎款？应该是安尼啊！你想安？你想啥款？应该是你想啥？福哥啊，你想啥款？迄是恁的代志，甲我无关系哦。反正我是手无夹刀，用落落，手无夹刀，用落落。只是若有人叫我去做证。我就来去讲几句良心话，吼，就发生超工别位伫咧看，超工看别位伫咧讲，吼，讲个口角唔会动一下。无道理啊！看周福生并无反对的意思，就细心剃头刀剃头光，含迄3、4个跋筊友啊讲啦，来啦，咱大家落地啊认认的啦，看有偌济就出偌济啦，加减出寡钱，互你忙买一句仔手板啦，带念过去的兄弟。一段钱啦，带念一点钱安尼就对啊。共拐甲尼济钱着，安尼凶。因着个人任落地啊，含下包斗的150块银，就由即个莫道理啊，亲身上网社，叫伊去买一句仔手板，来互你忙收敛哦。伊迄个就是，我就讲即个收敛当然是。做啥？叫教字汤，修炼。我毋过即个，伊敢拢是甲伊当做迄种诶啦，当做一个迄个啥？即个收敛毋是迄个意思，即个收敛是咧拖去打迄个概念嘛。我应该无拍毋着你吧？拍毋着你，歹势，毋是即个。我拍毋着你，我拍对别字去，歹势。第2名我甲伊拍对扑字边。收敛，要收台的意思，甲收息意思差不多。入殓、收殓、入coffin，要缀棺柴底就对啊。Put a corpse
put a corpse in a coffin 对啊，寿念入殓嘛，所以叫伊去买一副寿板来互李梦入殓，一直到尾暗仔，周福生才转来到木器店，才暗顿的时阵，周福生就甲李梦青笑死暴毙。因为迄个时阵，真正就是因为可能食食的关系，迄个像黄土水嘛是差不多是种什么毛肠炎，还是讲啊，对啊，讲啊，加肠啊吼，还是什么货？讲肠啊拍甲球，肠啊拍甲球，就是当然即马讲叫肠绞痛，伊是肠绞痛嘛。啊，肠啊有啥会滚架，就是可能食到歹物啊是啥，全无命去安尼暴毙。当然暴毙我就讲有一个做青笑死嘛，暴毙对吧？青笑死，台湾山顶女主真的觉得青笑死。因为青笑死这个词，有点像。林慧文伫咧翻译《辛波斯卡》迄首时代囡仔的时内底嘛有用即个词啊，青笑死、暴毙、青真死、步兵死、搏机人死、无张离死去，砰一个死去。砰一个死去，所以青笑死，搏伊人死。周福生就甲李梦青笑死，以及证人为着伊要观察的代志讲了正甜，只是无去讲到伊超工威胁李梦遐个跋筊友坑钱的代志。正甜徛伫咧查某人的立场，免不了就为梦说的歹命吐气，暗顿拄食煞，食甜还搁咧收碗店的时阵，才看到梦说啊门迄个掩门走进来，是啥？迄个迄个时阵可能就是用插门打开，就拢无迄种串是啥？因为要困才会串门嘛，啊那你是大概就是。可能是要卡的尔嘛，掩门就是无意无意的款吧，可能我咧摇，所以掩门，不过掩门伫中文的语境内底，敢会是迄种的啊？直接掩门哦，无其他迄种的讲法。好啦，门也袂礼拜安尼，周福生的。阮诚济念哈，周福生就紧按椅仔徛起来，行过讲，要咧问讲，迄寡钱是毋是无够？拄好有够，寿板就拢已经扛来厝里啊。梦说就回答：安尼真好，你着较紧甲李梦入殓，较紧甲伊收台，紧甲大家。今年即个天遮清明，着遮尔热，毋通囥伤久。迄个时阵也无冰甲通啊，但是福哥啊。讲咧，明说就开始啊。那，抽气是进行抽气这个事，我觉得查过了概拢气层应该是气层的看法。毋当当就是无讲啊济解，无即种利喙，叫气层，利喙气层，就袂讲随我的欢迎安尼。当然，我就是咧做训练嘛，凊彩，这个字幕可能有在了读连从遮输音，啊，我试可能有一个算无音有到读安尼，就当凊彩起来。看你搁欠啥，边个也有伫咧，你做你讲无要紧，就我先来你讲，搁欠一块墓地啦，我有去问青山先呢，伊讲爱钱。是较少一点啊，但是嘛爱100外箍，
阮母仔囝即摆逐项都无，练习版就是正人出来，看要叫阮去甲啥人招才好。房嫂就一句一句讲咧停咧，又搁目屎啦目屎滴开始靠餐起来，哭丧起来，即个真正哭丧即种讲法，开始考得对啊，哭丧这脸。兔兔那浩人，肚肚那浩人面就对啊。所以可能讲浩人面哦，爱靠面，浩人面对，浩人面爱靠面，所以哭丧着脸就是浩人面，你等怎死去安尼，浩面。就福星即个好诶。来做善事的人吼，毋是去个墓地，所以凡事就可能甲即块地现出来，大概是安尼吧。哭丧着，苦丧着，苦闷。啊，伊是哭丧，这是一种好疼好。就好生头绕咧，嘛毋知要安怎。当咧丢毒的时阵，常去想着下早仔带正甜母仔囝去看诶，金仔迄就拍掌叫了起来。这个动作要安怎讲？可能是这个动作，只是这个动作因为中文叫做拍掌，啊，毋过台语我真正毋知要安怎讲，伊毋是咧拍扑啊，你无咧看伊唱歌，搁咧拍扑啊，要毋过就讲拍掌，这个动作。好，有啊，房嫂你免烦恼，我伫咧福州山拄买一块墓地，暂时无用，迄块墓地还佫空咧，连蒙牌也便，就互你茫用啦。这青山生的拢知影，你甲伊讲一声就好啊，讲是我主意的，一切叫伊甲你办啦。敢真诶？房嫂半信半疑伫咧讲，看周福生一直咧点头，就双骹一个跪，对伊感恩戴德，感恩在德。我讲，我是毋知影，当然即个台语咱会安怎讲，抑毋过写做中文真正是讲甲若真正足无奈啊！抑毋过实际上拢是心外的人啊！你啊，感恩，用感恩在德啊！所以我就讲，创作者啊，就是要安怎讲，拢会使创作嘛啊！而且感恩在德无中文讲有一个，中文是有感恩戴德啦，感恩戴德安尼吼，戴德对。福哥啊，你好心好行，你望若九泉之下，嘛保庇你出好子孙，保庇你食饱字啦。就福星就紧甲房嫂按涂骹插起来，送伊出门。这一项怪，这一切正甜拢也无讲到一句话，敢若目瞪口呆，看甲嘴也开，目瞪口呆。目瞪口呆，惊甲戆去，看甲嘴开，应该是看甲嘴开啦，还是戆去？目定口呆哈，目定口呆直接读，目定口呆，目瞪口呆。目瞪口呆，目背鸡头，目睭青银，大喙开哈哈，目睭青银，
大喙开哈哈，啊！你看到规个拢硬去就对啊。一直等到周福星甲网座上灶，蛇心蛇等的时阵，伊只袂输那网醒，嘴开对周福星讲：啊，你就要送互李梦大哦，啊无要安怎？即落天遮尔热着，你要叫李梦囥咧厅里生虫是？俗语有在咧讲啦，家己派黄金，翁仔搁咧替人看风水，就是你。正甜就海头咧讲，周福星也无咧管正甜讲啥，就敢若自言自语，无意识咧讲啊。啊，未煮生先煮死啊，袂互你熬的啦。未煮生先煮死，互你袂熬一。伊改写给你不会闲的，这就是台语的语法啦，互你袂熬一安尼。梦啊比咱较少年，哪会知影颠倒比咱较早死？还是伊较有福气，会当待伫即马现，迄个遮尔好的风水，以后要找就无啊。哦，这真正就是，这是拄着周福星遮尔好的人，才有通讲，互伊即个现通个啥通个带，就敢若因某咧甲伊口说嘛，家己派黄金，搁咧替人看风水这啊，所以我就讲有当时即种台语的理俗言语的客家话，真正无迄个生活环境是讲袂出来，所以嘛毋知哩，总是怀伫咧读即个《龙德山》陈文炳先生的作品吼，是安怎讲？甲中文读到台语，啊当做一种学习安尼啦。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即集嘛算敢若正10页、10几页吧，所以可能就暂时间会使读到遮尔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龙德山》的第5章第7集读煞，读到遮。感谢收听，再会，拜拜。